大家好，今次3日2夜嘅自由行係去江西，又被稱為英雄城嘅南昌。香港出發4個鐘頭就到。第一站係萬壽宮，係由幾條步行街所組成嘅街區，裏面有好多嘅打卡位、食肆、手信店，都見到好多當地嘅年輕人喺唔同位置都會有人演唱。唔知係咪呢個原因，呢個區係俾到我一個好悠閒嘅感覺。萬壽宮隔離就係好多嘢食嘅珠寶街，網紅嘅綠豆餅同埋粽都可以喺呢度揾到。黃昏時間我哋去咗滕王閣，點解黃昏去呢？就係想睇開燈前同埋開燈後嘅分別。滕王係唐高祖李淵嘅仔李元英，所以係始建於唐朝。因為戰亂同埋火燭係重建過29次，入場費係50蚊，每一層都有唔同嘅主題。例如歷史、建築結構、當時人嘅生活同埋有關嘅詩詞。第二朝我哋去咗8·1廣場，呢度係喺北京以外唯一一個會有升旗禮嘅地方，係喺每月嘅1號舉行嘅。下晝我哋去咗699創意園，跟住我哋去咗叫做南昌之星嘅摩天輪，可以睇到贛江嘅風景。收費50蚊，坐一個圈。大約有半個鐘頭時間。到咗夜晚，我哋去咗秋水廣場睇音樂噴泉。整個表演最精彩嘅時刻就喺呢一度啦。呢一個叫做一柱擎天，佢係會同觀眾玩互動嘅，我都淋濕咗㗎。南昌係有地鐵嘅，所以我哋第3日係去咗幾個地鐵去到嘅地方。第一站係杏花樓，係起喺一個湖心島上面好優雅嘅地方。明朝嘅時候係改建叫做梳妝台，唐伯虎喺呢度教過當時嘅女主人柳妃畫畫嘅。第二站我哋去咗成金塔，亦都係唐朝始建嘅。塔係有7層，同埋係有8面嘅。第三站係祐民寺，係一間黃色嘅寺廟。最後一站係朱德舊址，上咗一堂近代嘅歷史課。江西菜又唔辣嘅，所以唔使太擔心。呢個瓦罐湯我哋揀咗個皮蛋嘅，皮蛋味好香。啤酒鴨，鴨肉鮮甜不過辣。油浸黃魚，我哋試咗辣同唔辣嘅，都係辣嘅野味啲。南昌粉蒸肉係扣肉，炒臘肉，臘肉好香。蟹腳撈粉非常辣，怕辣可以食紅燒肉。呢個係水煮，有啲似香港嘅車仔麵。如果怕辣嘅，一定要揀個唔辣嘅湯底。推薦腳板，係一種豆製品。南昌粉出名話炒粉涼拌，係有皮蛋同瘦肉嘅鹼水粽，有啲諗唔到嘅配搭，但係味道都好夾。糊羹有啲似香港嘅碗仔翅，配料當然係唔同。桂花藕粉係甜嘅。白糖糕係炸咗嘅糯米糕，再灑上糖。油條包馬刺，鹹同甜嘅衝擊。呢間茶飲店僅有一間喺左近，茶飲唔係太突出，勝在種類多，有水果茶、果汁、清補涼，即係椰汁、涼粉加西瓜。最後我想推薦呢間喺萬壽宮嘅豆腐花店，又靚又好食。好啦，拜拜，下一站再見。